汉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透过镜头，我们要带你一块到花莲的寿丰国小，一块来拜访这3位小学3年级的小女生。为什么要认识她们呢？因为她们在客语老师的指导之下，会表演客家的口说艺术，是能说也能演，连老师都很佩服。其实很多人想学客家话，但是又怕发音咬字，所以学校就运用表演的方式让学生来学习，结果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。放暑假了，但是小朋友一样到学校集合，因为要来学习客家话。你对天边的东南来，我对海水的西北来。老师先教大家念歌词，了解了含义，接下来还得准备道具，要开始又唱又跳喽。寿丰国小的小朋友唱起了客家童谣，特别的活泼。不是每个小朋友都是客家人哦，有闽南人，也有原住民，但是学起客语，大家一样很感兴趣。天下客家情深情，流传万世印一行。唱歌谣让学习更快乐。只不过呢，很多小朋友担心客语的转音发音有点困难，所以老师还特别教小朋友用口说艺术练客语。点头。共多少？这是多少？有了哦。他们被称为是寿丰三叔，是很多小朋友们的榜样。因为说起客家俚语、顺口溜、俏皮话，甚至是敲竹板，全部有模有样。我会有时候会念给他听，然后爸爸也会学。才国小3年级耶，9岁的3位小女生，才学1年就学了一身好本领，还能回家当起小老师。你走，你闭嘴吧，预备起。你总水凶，你讲水玩。干屁就一单走。游淑梅用戏剧跟表演让大家爱上客家，也提醒大家客家话语调一偏就可能说错话，闹出笑话。譬如说这个字勤俭，客家话是勤俭，那很多孩子念勤俭，所以相对讲出来的客家话会觉得明明就是国字去翻成客家话，没有这么的传统。请松情，流传。不只教大家说客语，还要大家正确发音。游淑梅说，江湖的走唱文化虽然凋零，但是希望借由小朋友的纯真、认真跟努力，让说唱艺术的精髓也能在校园发光。寿丰三叔名号响叮当，顺口溜打竹板，架势十足，粉墨登场。客家说唱艺术的精髓，在小女生的唱跳间传递感动时刻。